再来看台中市的市民广场，公益路路边的树仔最近是规排拢互撤掉。民间团体批评市政府要撤树仔，拢无先通知，撤线才开说明会，实在是真超过。市政府是强调讲，撤树仔的目的是要让市民有愈侪空间通活动，嘛太成功处理的流程有疏失。 几名民间团体提手牌伫台中市区市民广场抗议，因为市民广场边的规排路边树，拢互市政府刷除，即马剩无半丛。你说要倒的话，我说可以说这边会倒。如果一这排的话，从来没有倒过树，都没有，然后他就直接把它砍掉。你知道这个树要种要种一丛，爱偌济时间无？民间团体讲，市民广场是台中市重要的绿地，不过我郡公益路这边。 原本是小型绿色磅空的路边树，却伫离背无预先公告就刷掉，现场变作大工地，树仔是倒几片。不过市政府伫事后则召开说明会，民团认为过程粗鲁，搁黑箱作业。所谓的专家会议里面的专家，基本上都是园艺厂商，但是就是建设局呢，就是内神通外鬼。那我们认为那个说明会根本就是遮羞用的，因为前面做了它太多的问题嘛，然后就。 赶快临时开个说明会。市政府表示讲，刷除树丛和当地举办的活动无关系，是为着要改善市民广场周边过路人的动线甲光线，嘛同时阵检查树木的健康，来做适时的处理。所以伫8月20召开景观甲实在委员会审查通过28这片工程，嘛承认沟通有疏失。相关的树木遗址会在我们的建设局网页上面进行公告。疏漏环节的话，可能是在作业上，还有我们的一个说明会的时程上面的一个落差，所以我们后续会做相关的检讨。市政府讲，这届预算的树丛有9丛，另外有5丛因为变动还严重爱刷掉，除了保证5丛台湾归油以外，同时阵还做优化工程，分化过路人的动线，整体工程预计9月底进行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